也推动了不同的一个事工。那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姐妹，无论你是资深的基督徒，或是刚刚在上个月才受洗的新的朋友、新的家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之下，在互相教会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大家都彼此得到造就，彼此得成长，彼此更能明确神的呼召跟恩典。所以要跟大家思考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哲学哈，人生目的何在？是要让大家一起来重新思考，每一年新的一年，到底我的一年到底方向在哪里？我的目标在哪里？我能从神领受什么样加倍的祝福？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找到这个诀窍，找到这个方向，找到这个门路？所以刚刚读了2段经文，我记得在去年底呢，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牧师也曾经引用过，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心中是非常独特的计划，所以牧师要在经文后面跟大家一起学习这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在思考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也许你有时候比较安静的时候会想说，我为什么会生在台湾这个地方？或者说我为什么会嫁到台湾来？或者说我以前曾经在中国大陆，那现在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很多人会对自己的人生做一点回顾，以及对将来的展望。但因为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不确定，你明天的脚步要怎么走，其实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子确定。我知道在座我们第2堂聚会弟兄姐妹，你可能你的家是在桃园，你的家是在台北，那在非常特别的巧合之下，你来到台南定居了。那你会思考说，到底我的人生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道路轨道上？那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思考的。我要先确信，你的人生绝非偶然，这一点是基督徒必须要了解的，必须要明确交代。那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我们的父母当初好像不一定确定是要生下我们，特别我们在座的也是，如果是老幺的话常常会讲说，当初也没有预计划，他没想到，你这个可爱的女儿或是可爱的儿子出现，父母亲大概，现代的医学比较发达父母亲有计划的比较多。以前在还不是计划生育的时代，很多的孩子是神美妙的赏赐但是感觉上就是说我们会被父母怀胎生下来，感觉上好像不是很确定。但是请记得，你的出生是在上帝的意料之中，这一点是基督徒非常明确的，因为这是他所期待的。有时候我们在人生有时在低潮的时候，或是一个家庭里面不平安的时候，或是你家里面出了可能不是让你很满意的孩子的时候，或是亲子关系很糟糕的时候，我们常说类似在破碎的家庭里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什么对话呢？孩子会向父母亲抗议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对不对？也常常在电视剧里面听到这句话，好像父母亲对孩子不满意，孩子又觉得一无是处，那就抗议说，你何必生下我呢？特别是有些家庭一些变故的时候，孩子会抗议。但是有时候孩子不是很表现好父母亲也生气他会讲这句话，他说如果知道你这么不孝，当初生下来就把你给掐死我觉得多余了。前2天呢，我们台南一个新闻有一个爸爸他去法院申请把他的儿子赶出去，完全断绝关系，而且
不准他进家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已经超出一般 loser 更厉害了，就是好吃懒做，什么事都向父母亲伸手要钱，他又不去工作，而且要不到钱了还会凶，有暴力。这父亲已经完全绝望了，就想说这个生这个孩子没有用，申请用法律把他赶出去，要断绝关系。而且他不出去的话，可以请公权力把他五花大绑，不是把他抬出去这样。有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会让人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一个人身体健康、四肢健全，我们都还觉得说我这个在生命有什么意义？不过呢，一位激励大师叫做利克福泽，大家看过他的影片，他不这么想。他一生下来，就因为可能在母亲的胎里面呢，就患了那种叫做海豹症不知道什么病就海豹，你知道海豹没有手就滚滚的，圆滚滚的，那他就是没有手没有脚，只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肢体而已。他不这么想他不这么说，哎呦，我是多余的，爸妈生下我没有用。我们台湾那个口足画家叫杨恩典，他也不这么想。为什么同样人这种大家看起来根本不起眼，甚至是残缺的人，他不这么想？他是一个健康的人，竟然会这么样的消极。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你确信你的人生不是偶然的，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一旦你抓到这个点，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充满了不一样，充满了色彩。这是利克福泽，他什么事情都会做，没有手没有脚，但是比你更活泼，比你更活跃，比你更热情。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2个可爱的小孩。他还会做你不会做的事情，可以跳下泳池潜水、游泳，游得很快，甚至他还勇敢尝试。在2-3年前，有一家汽车公司特别为他设计了一个不用脚、不用手可以开车的一个技术。当然，它有一个短短的肢体，那个肢体很短，它可以用一个连杆它来运动，让它这辆车子开得很好。你发现说这个不可能，他创造了可能，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这是杨恩典，我们从小就听到他的故事。他是一位生下来没有手，父母亲觉得没有面子，或者说觉得很羞耻，而且没办法养他，所以就把他丢到六龟的孤儿院。但是他并不这样放弃自己，他在这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被培养长大。小时候因为被蒋经国总统抱过所以大家很认识他，他就用他残缺的肢体，用他的脚夹着这个毛笔，来画出美丽的国画。他参加一个口足书法绘画协会，就是没办法用手拿的，叫做口足协会。有人用嘴，有人用脚，画出漂亮的图。这个是一个他们出版的那个7年的贺卡，然后去义卖这样子。他画的图，可能我们好手好脚的还画不出来，因为他有神给他特别的祝福跟恩典，因为他不放弃自己，他觉得他人生不是因为这样就一无是处了，而且他跟利克福泽一样，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2个可爱的小孩。那当然，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人物，我们会以他为一个标杆的但是普通的大众呢，我们怎么样去清楚了解利克福泽、杨恩典他们有神给他们特别的旨意？那我们一个健康的人，有一个健全的人，
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主导你的人生？我们要很坦白的说，利克胡哲跟杨恩典，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肉体、肢体是残缺，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是健康的人，是充满了正向活力的。反倒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就只注重我的身体、四肢多灵活，但是我们的脑中很多的思想是残障的，知道吗？是有缺陷的，是被一种没有办法察觉的力量在控制你。这才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所碰到的问题。每个人都在某种事物主导他的人生。我们人生呢，有很多千百种不同的环境、思想、价值观来影响、支配，甚至感情、情感也会支配你。那最普遍的，我们会被不小心被一种负面的情感来控制你的，有这几点。第一个是被罪疚驾驭的人。我们曾经受到可怕的回忆所掌控，以前那种不好的感觉一直留在你的心中，你不知道那是一种残缺，你想说又看不见，那其实是影响你。我们最普遍的是，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不小心曾经被一只狗吓跑，从此你家再不会像有人养了很多我们所谓的那个毛小孩那么快乐，因为你永远没办法接受。什么原因呢？所以你曾经被惊吓过，但是你没被医治。连这个最简单的这种惊吓都会影响你的一生。有人对黑暗感觉特别的敏感，你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事，其实在你生命里面都曾经留下来。所以这样影响了你的生命，影响你。有时候你甚至用比较严重的会自我惩罚，以致破坏自己的成功来惩罚自己，觉得说我本来就这样嘛，没有用了，再试也没用了。第二个，最多的人曾被愤怒、怨恨所驾驭。其实牧师曾在一个讲道当中讲到有关饶恕的事情我们因为某种伤害，就永远放在你心里面，你不愿意赦免别人。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残缺的一个思想来控制着你。第三个是恐惧，刚刚也提过类似我们因为有一个伤痛，曾经小时候被霸凌过，你原生的家庭父母亲曾经不小心责备过你，或是过于严苛，或是过高的期许，你的恐惧就成为你自制的一个监牢，走不出来。问题是有时候你知道，但是没办法克服；有的是你自己不知道，就形成你的性格了。第四个，更多人是被物质所驾驭的。我们觉得要拥有世间一切的荣耀，世间一切的成就，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是我人生的目标。那有人得到没错，但是有人得到就觉得，那下一步还有什么？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你的心了。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当在主前300多年的一个亚历山大这个大帝讲的话来做一个警戒。当他把当时所有看得见的世界都征服之后，他是在他的军帐里面，他的帐篷里面大哭了。他说：“我的一生已经什么都得到了，我还有什么可以争取的？”他觉得没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让他争取，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所以物质是我们人类最容易被陷入的，但是你不知不觉被它绑住了。还有，我们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父母亲的期望、配偶的期望、儿女的期望、老师或朋友的期望，周遭的人对你的期待，你就为了为他们而活，而不是活出自己。感觉上好像我要达到他的目标，我要得到谁的赞许，我才是有意义。其实
实你是被期望所下的。但这些有些是正向的，你因为这样的期许，你振作了自己，你改变了自己。但通常很多部分是你自己被限制、被控制。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找到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探寻的。目的导向的意思是，我们怎么样找到非常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我一生是合神的旨意，是合圣经的教导，也是合我的性向的。我要这个目标来奔跑。那您发现你有很多的艺术哈。第一个艺术是，人生有目的，你的生活才有意义。不是虚幻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一天过一天的敷衍苟且的。第二个，当你知道人生的目的以后，你就会简化你的生活，因为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你的目标，什么是对你有成果的，什么是合神旨意的，所以你的努力就会往这个方向走。就像很多人喜欢去逛夜市，也有很多人喜欢去逛百货公司，你都有一种经验是说，啊，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到底要吃什么？吃到最后走得很累，感觉口味的享受都消失了。但有人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是要去哪一个摊位去买这个好吃的蚵仔煎，或是买什么，吃完好高兴，时间又节省，又很快乐。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什么都好，但是发现什么都没有。那人生的目的有方向，你会简化，划分你该不该做的事，有标准。因为我们常会讲我们又过了新的一年了，你又减少1岁了吗？我人生还有很多事情要去追求，到底什么才是我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优先？常常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好，那你知道人生的目的之后呢，你的人生会更专注，简化你就会专注，因为你只要完成这件事情，没有其他的分心不会被繁琐的事分心再来，一旦你有人生的目的之后，你的生命才有动力，因为你知道在干嘛，你在做什么，你在忙什么，所以目的会带来热忱。一个有目标的人，他会有热忱，他做起来非常的，我们说有活力。牧师之前说过一个小故事，就说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工地，很大的工地，很多人一起在盖一个建筑物。有一个人就去旁边问，因为很好奇这个工室很大，问那个在叠砖的工人说：“请问师傅你们在这边干嘛？”第一个师傅就说：“你干嘛问？我忙死了，你不知道我在砌砖头吗？”觉得好像多此一举，太烦人了，好气没气的。然后跑去问第二个，那个师傅比较柔和，他说：“是这样的，我们的工头他叫我把这一道墙把它筑起来。”就讲的中规中矩然后又问到第三个师傅，就说：“你们在这边做的这件公司是什么公司啊？”那个师傅一听到说：“赶快把手擦一擦。你问对人了，我告诉你我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建筑，这个建筑我有份的，要建造一间伟大的教堂，将来要在里面荣耀神，要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我们会讲这个故事是说，同样去做工人的砌砖的，但是目标不一样，他做事的心情就不一样。同样领同样的薪水，但是快乐不一样。那就是人自己有没有目标？你有这个热忱，你知道你是为神而做，你是为建立一个伟大的工程，你就有热忱了。第五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只把眼光看在我一生的岁月，80、90、100，那再来呢？
基督徒会看见人生的目的之后，你已经预备好你的永恒的生命，你在准备。人生在世不只是为让人纪念，当然人家能够纪念你，你是觉得我是有用的人生了。但是请记得，那个只是一部分，你要为永恒做准备。所以基督徒在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哦，而是你一生就在为将来永恒的生命在做累积，在做投资，在预做安排。所以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牧师刚提的这一些有什么圣经的根据。第一个，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以弗所书1章4节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丝毫缺点的。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啊。上帝形象就是圣洁，没有瑕疵啊。但问题是，我们人类已经被罪所污染了，离那个圣洁跟没有瑕疵好像很遥远。那你就干脆堕落了，干脆否定自己了。那请记得，上帝给你的计划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人生何来呢？你觉得世界70多亿的人，差我一个没差吧？但请记得，基督徒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是上帝创造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缺了你就不完美了。诗篇139篇第16节这样说：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子上，已经超出我们人的思考的极限了啦。哦，他说，出生以前，那等于你都还没有影子啊，顶多在妈妈的胎那个子宫里面呢，上帝已经看见你了。请记得，你是被神所命定的，而且还未到的日子都记录在你册子。神已经把你的生命记录在他的册子上。我们的教会有一本比较早期的欢欣歌颂的诗歌，也录了这一首，就是青少年时代很喜欢唱的诗歌，叫做《你是唯一》哈，很多兄姐很喜欢唱这一首。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上帝眼中你是宝贝，在这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大家都会唱，对不对？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你认定你是唯一吗？还是在万人当中，我根本not you？这是你的态度，这是立克胡哲跟一些对世界没有盼望的人的态度不一样。人生何价？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认识拣选我们，这是圣经明明跟我们讲的。第三个，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刚刚我们看的标题跟那一节经文，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会心呢？上帝为什么能会心呢？因为他爱你，这一句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之所以会觉得世界没人爱我是一个被人家丢弃的人，是你没有先找到上帝爱你的那个成分。你一直认为，一直否定自己，一直就觉得我是不足的，那是缺陷的，是人家讨厌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如果不珍惜自己，你不认为你自己是唯一的有用的，别人根本就更看不起了，对不对？重点是在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荣美的形象，我们是上帝儿女的特权。这一点你绝对要常常自我来肯定说，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不是一个 nothing， 不是一个 nobody。为什么圣经这样说？以弗所书1章5节，上帝爱我们，预先决定，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归属于他，使我们做他儿女的名分，这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旨意。这个话语跟前面的类似，不是上帝心血来潮才选你哦，是上帝预先决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原先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是完美无缺没错，但是因为人堕落了，人犯罪了，怎么样让一个破损的重新回来呢？人没办法自己去补足那个不足，是因为靠耶稣基督的保险、十字架的恩典，他的牺牲成就了你的完美无瑕疵，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所喜悦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你是老基督徒或是上个月才受洗的，第一个，你只要接受、相信耶稣，你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说：“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哦。特权什么意思？不是随便都有的啦，是特权，因为你接受了他。原来神创造所有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人堕落了，被隔绝了，被罪所剔除了。我们要重新用接受认识耶稣来回复这个形象。所以你会信耶稣是特权，是神给你特别上帝和你的旨意。重点是在这里。那你有什么感觉？你为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女？圣灵跟我们同心同正。我们是上帝的，意思是说，我怎么要跟人家比较，说我跟普通人不一样？不是你口说白话就好，是圣灵让你去领受，圣灵感动你，圣灵跟你同心证实这件事情，你自己肯定，圣灵也跟你按赞，就这样子。罗马书8章14节说：“凡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你就被圣灵所引导了，你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了。第16节，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两相都连接到了。你一厢情愿没有用啊。但是圣灵说你就是，因为你在还没出现以前，你还不出现在这个世界前，我就认定你了。所以呢，我们在礼拜的开头，我们就一起同心讲这一句话，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请记得，有时候我们很熟悉了，或者说我们要用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我们就练得很顺。那请记得，每一句话都带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证明的，每一句话带着能力的。马太福音6章9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上的父不是随便乱说的，是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特权，你得到这个应许，得到这个身份，只看你自己有没有跟圣灵一样同证这个事情。第4个，上帝也这样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他对主耶稣的宣告，也是对我们人类的宣告。所以呢，你是被世俗的，或是被这些世界的那个观念、思想所捆绑呢，还是你要回到上帝儿女的名分呢？这是我们要去厘清的，我们要去努力的。你要清楚知道上帝对你的生命的旨意，你明确上帝给你的身份，你才知道要做什么。就像一个军人，他今天所有的装备都齐全，然后领导将军或是他的司令说：“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样的任务？你要领受清楚啊。”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明白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呢？以弗所书1章9节，
完成了他的旨意，又使我们知道他已经决定要借着基督去完成的奥秘。我们要完成神的旨意，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奥秘。所以呢，你的人生观，当我讲不同的资讯会来嘛，对不对？人生观在你身上一起塑造你，但是你的生命的看法，你的一生的命运，人生观会决定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决定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那你性格就决定你的命运。所以人生观重不重要？态度重不重要？思想重不重要？是在后面的结尾是差很多了。所以，怎么样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信仰观念，重要就在这里，因为它无形中塑造你这个人。所以要达到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是要挑战挑战传统智慧。我们人的一生有3种事情，一个是考验，一个是信托，一个是暂时性的任务。你要去理解这一些在传统的智慧跟我的生命圣经的教导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人生在世一种考验，因为你遇到挫折，遇到挑战，甚至以前曾经受过一些负面的一个对待，但是只要有圣灵的同在，有信仰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一些是你人生的养分，而不是一种伤害。所以你因为有正面的思考，你的经验品格就被塑造了出来。刚刚我们讲过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为，行为影响你的习惯习惯影响你的性格所以，如果是从神来的培养，你的性格是被神所应许的，被神所祝福的，你的性格就会看见你的命运是不一样，是被神所悦纳的。第二个，人生在世是一个信托。什么叫信托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是有限的，不是永远无限的，所以上帝托付你，让你成为管家。无论上帝赐给你什么，我们只是他的管家，负责管理，但不是拥有。所以上帝给你越多，你的期望就更大他对你的期望就更大的责任。换句话说，你有更多的恩赐，或是你有更多的财富，或是你有更多的权利，或是你工作职位是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家所尊崇的，请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我厉害嘛，我就能力高嘛，没办法，我自己享受嘛，不是，是神。如果是基督徒，是认为说你有这样的位分，是神给你设在这个地方，要给你责任所以约瑟在埃及的皇宫，上帝给他这个位分，是要给他负更大的责任。以斯帖被选入异国的皇后，上帝给他一个任务，是拯救他的民族。你要跟你的位分、跟你的责任配搭，不然上帝我们常讲一句话说，空空的占这个空地你占个夯江坡堆你坐在那边不做事，神给你那么恩赐干嘛？感谢主。我们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人生在世是一种暂时性的任务。就好像我们常常台湾有选总统选市长，你暂时性的任务就当4年市长，做不好请下来，那做好只是2任。有人做到最后做到太喜欢了，权力的欲望太大，想永久作为。但是不管再怎么做，人生还是要下台，对不对？所以呢，请记得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事实，2个第一个，跟永恒相比，人生是短暂的，这一点是没有人有办法去挑战的永恒跟我现在的人生100岁跟永恒相比是差太远了。第二个，在世界上你所拥有的、所看到的，都只是暂时的，你不会在这里停留很久。所以你可以好好享受，没错，但是过度的依恋
你却疏忽了，却忽略了，或是不去经营你再来那个永恒的人生，那个那么长那么远，你都不注意，注意到眼前的，何况那么短暂，那这样的态度跟逻辑就不对啦。所以记得，上帝安排你的生命最后的归宿，虽然在世界我们用人的角度觉得说那个日子最好不要来了最好是我青春永驻了，最好是我生命都永远活在30岁、20岁了。但是对不起，没有办法，你不得不面对。所以呢，基督徒会更用心去经营永恒。所以以弗所书1章10节说，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完成的计划，就是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于基督，以他为首。人生的目的何在呢？你现在受什么思想跟价值支配你的人生呢？那我讲了有很多我们在世界所经历的，你跟朋友聊天，你在学校上的课，你在电视上看的，你在新闻媒体看到很多资讯都在你里面塑造你这个人。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开始，你回顾说过去这些日子，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满意吗？你觉得说好棒我觉得我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工作也不错，收入还够我用感谢主。你既然满意，那请你再一次确定你的人生方向是跟神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你觉得人生是很满意、很充足的，请记得很多人需要你，那你这种健康的目的跟方向去帮助他，去协助他，让他也跟你一样充满了喜乐、盼望、有目的的人生。如果你说没那么厉害，我还是浑浑噩噩的，过去这些日子好一半坏一半不大好，你对不满意都没问题。你希望你的人生有改变，或是变得更好，或是变得更有价值吧。我们的小会，我们的教育组用了很多心思在思考说，我们不讲教会的基督徒怎么样在同样这个架构里面，我们一起来追求成长，追求神在我们生命的命定。那如果一个人自己做，好像觉得孤单，或是觉得没什么动力，不如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无论大小年轻人，我们一起来透过这个非常已经有好的公平的这个计划，一起来参与，就是标杆人生的阅读计划。不是说我们高举这本书超过圣经，不是是它是一本工具，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我们一起透过这本标杆人生，一共42天我们在10几年前有弟兄姐妹曾经买过第一册，是绿色的它只有40天的。他现在又加了2天，他说特别是针对新的世代，大概16、17年吧，就像一个年轻人出生，现在已经高中生了嘛，他又多了2天，要邀请我们的高中以上的年轻人也一起来加入这个确定你标杆人生的这个计划。那这本书呢，简单介绍一下，是华理论牧师所写的。它全球的销量已经5000万册，翻译了85种语言，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得过《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的排行榜，在2003、2004就刚出版那个时代呢，曾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这位作者是美国加州南边的马鞍峰教会的牧师，他的信徒大概有3、4万人了3、4万人。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曾经去参观过，参加他们的聚会。他曾是美国总统宣誓的时候一个祷告的牧师，已经成为美国不是只是教会了，整个全美国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跟导师跟标杆他其实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那标杆人生有很多评论，有牧师转载几点。第一个，他说标杆人生已经转变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
他以经过时间考验的圣经智慧，请记得，不是高举这本书，而是说他帮助我们整理了整个圣经的智慧，放在这个非常好阅读的书里面，为21世纪的人们提供生活的蓝图。标杆人生是充满希望和挑战，值得你一读再读的好书。意思是说，你10几年前曾经读过，但是这本书是一种指引，一种提醒，一种操练，所以你再读根本不会有什么违和感，或是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哈。他说他已经成为启发人心灵文学的经典之作。第三，标杆人生对信徒生命是有帮助，也有作用的书籍。我们研究了10个以上的宗派，是宗派不是教会哦，发现有一半的教会因着目标导向的策略而复兴。他另外一本书叫做这个指分标杆很多管理学的方面的学习也很棒。他说，同时带出了巨大的这个影响力。各位弟兄姐妹，不会太吃力。我们的教育组呢，整理了半年的时间来读42篇，1个礼拜才大概2篇的事。我们如果按照周报所写，我们从1月1号到现在6号，你只要读到第1章就可以了第一天，你发现刚刚牧师讲的，其实这是前面这几天的内容。你会觉得对我很有提醒作用我来读读看。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无论长者或是年轻人，一起来经过这个学习，一起来得到我究竟为何而活这样的信念。它是我们门徒学校的系列课程之一了怎么样进行呢？周报已经写清楚了。第一个，大概1个礼拜读2篇左右，你自己做记录，你自己做一个 note，自己做一个感想，然后参加你的小组一起分享。你觉得什么样能够让你突破的？什么样你觉得有困难的？其他人帮助你改变生命。第三个就是牧师会选择适当的主题，在这个讲道当中再加强一下，再提醒一下，再做一点更这个纵观式的一个分享，然后鼓励你写新的报告，写在你的周报跟大家一起分享。1年的开始，我们可能有很多数不完的计划，那你要让你的人生活得有意义。这本书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要祷告后再唱回应诗，要邀请我们今天的中保代表的董事来前面来预备来做誓约，来做4个月的服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前，我们先来做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让我们通过刚刚圣经的学习，我们要一起加入标杆人生的学习计划。是因为我们要透过这个方面的指引，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生命的智慧，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我们朝着标杆直跑，是一个有方向的，是一个神所命定的，是神所祝福的人生。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有意义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感谢主，我们愿意这样子学习，愿意这样子接受。我们也一样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努力。感谢赞美主，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借这样的学习，我们更明确主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感谢主，奉主耶稣的这个圣灵的祈求，阿门。